血汤端上桌，Q 软扎实，配料丰富，让人忍不住食指大动。我是安尼讲较清较甜。啊，头刚说要趁热吃，这样才能保持食物的新鲜美味。安尼这样较清较甜。对。把寻常餐桌上的配角猪血汤变成主力美食，去腥味、扎实不烫口，缔造一天卖800碗的姜鸡。它的 Q 度、平滑度，它吃起来它口感很好，它像入口即化那种感觉，就像吃豆腐一样，就是花了好多时间啊，一直在研发它。韭菜啦、酸菜啦，它的几千多万就没有改变。它唯一改变的是什么？就是做猪血汤的人是不是很用心？酱料区里琳琅满目，韭菜、豆瓣、芥末，再加番茄酱，这看似诡异的搭配，意外获得好评。长跑国外的顾朝真说，这是把异国口味在地化。因为你保持原状，它就是落伍的，你一定要进步。所以我们现在进步的就是麻油，麻油、麻辣都有了，这表示你前进了嘛。你保持原状，你落伍了，一定要进步这个东西，把这个最好的呈现给我们消费者。就算是小吃，也没有马虎的本钱。用餐时间人潮络绎不绝，座无虚席。服务生一边收碗，得随时盯着，若客人离席盘不见底，老板马上要抓问题。吃完了以后，他桌面在这个收碗的人他会旋龙，他会看每一个碗，你今天的碗啊，说这有问题都没有吃完是什么？他店长马上会过来，就拿这个碗去到厨房去吃这个碗，客人吃过了，你马上给我找出问题来。从一碗猪血汤里面看到一种认真的态度。老板说，遇到不会的，他是拼了命去学、去改良，才能让大家觉得很寻常的小吃，客人源源不绝。讲小食，安尼装较饲较甜；讲小食，安尼装较饲较甜。